内政部要修正税厝市场法定管理条例，来保障厝卡3年的租期，限制租金起的趴数，佮有歹厝卡搬厝的条款。那欠厝税超过2个月，就当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要求搬厝。为着促进税厝市场长期稳定发展，内政部会修正租赁主体市场发展甲管理条例，聚焦伫保障厝卡3年租期，限制续约租金起伏。甲增订租霸落车条款，其中保障厝卡租期方面，厝头家会当用收回自用等理由，伫租期改完进前终止契约。也毋过今年来袂当讲出租，若无会向裁罚3万至30万。房东如果有违反无故不续约，或是收回没有去自用，房客因为他被迫必须终止租约去找别的地方住，对于他的一些搬家的一些负担的话，房客可以对房东请求相关的赔偿。厝头家团体代表对修法路径基成，也毋过也提醒，像租约保障3年，恐惊会互厝出租期比3年少的厝头家无法度就空厝到底税厝市场。我们工会接到房东的反映是，其实有点过度干涉到我们在租的权利哈，跟他自由的部分，而且很显然的就反映到，如果这些房东里面只有空闲1年的时候，像这个房子就不会拿出来租了。但标准路径设立租霸落车条款，尤其是准备改造欠租2个月，经过厝头家催缴无结果，就当看作是租约期满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呼吁内政部一定要落实修正，保障厝头家权益。厝卡代表团体是表态支持修法的大方向。除了房客的租权的保障的话，对于极少数的租霸的劣行的一个行为，也要定有效的一个排除的机制。民间团体也发起公民联署，要明确支持内政部修法，强调租赁专法修法绝对毋是要互厝头家甲厝卡对立，而是要保障双方的权益。未来单法案送至立法院，也会由细入微，希望会当得到部分党派支持，建立公平税税环境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